我弟跟我在一起是落难人了，关了禁闭关，关了35、6年了。我希望他有一所显灵呢。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给我们导正一下。我们只有期待这样。1976年代，政府会成立新竹科学园区，为了提供工业用水，就起了宝山水库，伫头前海水头透过来，流过21公里，引体2片矮山坳来囤水。这种方式按照理草式水库，所以也会有白浪湖的人家本北到5000西沙做唔得。一个馒头我就可以过日子了。他在欺负我几十年，把我财产全部充公，妈的乱搞！我们宝山水库，它是离潮水库的，什么叫水库？想到就会生病。你搞35年呢？有幾多35年？你生養到35年？爱上山走雪喽。林清池今年76歲，大啲竹東鎮嘅街路行。當日，佢就會騎喺奧多拜轉去寶山水庫嘅路目。嘟嘟小熊小40年，还把过新过的40年，当然白，没有一天除了我生病，还不平啊，当然都出门，风雨无阻。我家两块土地土生土长啊，这是我的父亲啊一样，他养我大，我要回馈他。这是我老家，他抄我的老家，我当然不舒服啊。那不是征收用抢的。他说：“你感動書吧，用啦。”專講啊，冇嘢嘛。很明顯就愛啦。原有的邱村長徐文暢。为了讲说这样不合理，5个单位去调查他，晚上就叫他出去了，恐怖社会了，真的啊，警总什么都来啊，铁齿什么都来啊，5个单位，他就不敢讲话啦，他就 OK， 就公告了。并请留意月台天气，谢谢。各位应填过招标里的理工，对欧洲来了别忘。来呀、，Hello，我係馬公，係馬公，謝謝阿公好，哎呦寶貝，好。
点清池嘅内尔林启王，从事党外读书，还读到麻省理工学院嘅博士，佢哋喺美国做头路。宝山水库嘅抗战故事，林启王咪系从细谈到大。沈宴上义工时是当时也是给你们抢去的呢，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给你们征收的。你所有的讲的话都是造假，哎，这个很不合理吧？威权时代结束也没有不是改变，威权时代现在还在戒严，你搞什么东西啊？是没有改变。要转型正义，第一个要宝山水库是要自己要转型正义啊。听说你从几岁开始听爸爸这样讲？好小哦，可能有印象就是那时候多少啊？哎呀，可能五六岁吧。对啊，民国80年左右开始慢慢有一点点印象，而且那时候有印象是有什么计划书嘛，翻开来啊，计划这都是造假嘛。讲说上面还要做风景区，什么都有啊做观光园区什么。小时候还以为要在那边盖迪士尼乐园，就当然到现在还没发生。对呀、啊。讲下无通着了，俺76岁了呢，俺还可以再活76岁吗？整个青春生命30-40年泼在宝山水库里面。来 ，OK 好。啊，地在祖先、奶奶、爷爷，您子孙3代回家，转来不哈，来让小朋友去跳。你要先吃这个还是要吃香蕉？好香的香蕉，你看。那我吃好了。这个小孩子也蛮固执的。会，您家就这样，您家就这样，您家这样，把，他的专利啊，文的专利，您家的专利，没有这个就没叫做您家了。风景区可以做，那就征收的时候就写上去了，环湖道路全部要做好，观光道路也要做好。勉强接受，那只有这样吧？他写的还在啊，那不的征收条例都还在啊。我76年的时候，记得是76年的时候做宝山水库风景区的规划报告哈，水域活动区，还有观景台，还有旅馆区，就商业区的意思了哈。我是觉得说，他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大家能够把土地活起来嘛，土地要活起来才有用啊，不能给它老是限制嘛。因为政府的限制蛮死的。这个规划报告之后就没有结果了啊，无疾而终，没有结果就对了。两位乐师张庆云咪系宝山水库嘅土体鉴修府，也20多年来出得做事，张庆云咪天天大家穷下去，辛勤抗议。宝山水库起好过后，
彰庆县鬼屋客人通到500个路，全部本水淹平。这两时鬼屋客人本强制离开基地的土地，全部卡的路就冇睇咧。你下冇桥冇路，所以你下简单的，你下安排又桥又路这样来哈，你下划船过来，所以带着干肉、猪肉、水果、蜂卵，那就来摆咧祖先，希望祖先过来亮寿，保庇你的后代，生养兴隆、健康，快乐、身体健康。终于马了为时，大家弄了很辛苦，经过很多年，时间已飞逝。说实在啊，我最伤心的就是我爸爸了，什么都没等到，也跟着我们去抗议、去陈情，然后到最后垮了、倒了，人也走了，剩一坛骨灰放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就在这里而已。连自己的家园到最后也没看到。30来年，你讲哎，有家归不得了，有土地回不来呀，对啊，所以很感慨。落雨了咧啦，从细大俩，大到你手上所有，哎呀，你冇桥冇路冇法落嚟呀。哎呀，小学3年级讲起来不？人家教练他得个对面的开过来，因为岔路冇大条回来啊，所以家教练开，还是兄弟姊妹全开过来起的，所以人家落风呢。四合院像转墙角，是像人勇敢，我觉得。那谁也要学的，高中毕业3天还有错哟。高中到高中那些毕业脚踏车安错。你去不是左边这样搬去，跟水保育水库水灌进来，我就搬出去。还有点媳妇的夯啊。栋梁啊，栋梁我爸保留的，他想说哪一天还有用到，应该是会用到，哈哈。安排媳妇哈，又跳又路找那媳妇是会用到啊，哎呀，好，来搓笋，土地把我们养大了，我们不能把它荒废掉，一定要回来。这个以前满山遍野的水果，但政府盖了水库，导致没桥没路，整个水果都死光光。水果、水梨园、茶园全部都死光光。该去进修的这些咧，水面底下
底下咧讲摸鱼夹嘛，加上那度全部10，伊迄夹当上面係10万，你知道？不過話你賣嘅武漢差85%啊，嗰時抬關啊，係啊。慢慢开始办出一些家庭手工啊，扣丝啊，做到个因工厂那个种扣丝啊，加減傳啊，冇成日5個讀書喺度去出版啊。你愛去家做嘛？哪種啊？採煙啦。好。放我去。嗯。你要亂吹。好。임志昌咪係寶山水庫嘅居民，佢還有10個家嘅家族土地喺啲山頭，佢創頭係做嚟耕種。雖然佢嘅土地冇本水庫淹脫，不過係啲水源保護區，所以限制開發，常做得用最原始嘅方式嚟耕種。以前我们这个大只的麻笋很大只，一只就扛不动了，有30几斤啊。以前呢，30几斤、20几斤啊，现在比较多。你这也有超过50年了，这竹子啊，真的啊。林线呀，你有没有到林线？有没有？斜背是像我们这样斜背是对水库嘛，对不对？那边斜背是对水库嘛，山沟出去，一律都是那个水源保护区。因为水从上面下来嘛，泥沙那些全部冲到那边去啊，他不给你开发啊。它这有路，但是受到限制啊，也是不合理啊。你能听懂你说的吗？不关他的事啊，不关他们土地的事，变成受害了。都是我们都是受害的。土地那里啊，听懂唔得啦，你弄动啊，根本不能够开发。死掉。我们要耕作的话也不行，啊，不能够去开挖，因为要想办法弄平，做阶段都不可以。砍树又不可以哦。砍树也不可以。都不可以。根本他妈一样没。那该保持原状就可以。哦，那不是这样。要巡逻，要巡视啊！不管是水面上或者陆地上，我们都要来巡。我们没有执法权啊，我们自来水公司我们就是尽到举报的责任而已啊。断面的地方也是有崩塌的，像这种挖的哈，如果说这如果就这样子让它安然的没事的话，大家都来挖，反正挖了就没事了。那政府为什么要一直种了？
他每次一出事情就说我们水库管理不当。县政府的人员也是站在民众的那个角度来讲，他说，对呀、那你们自来水公司把它征收就没事了，这些行为都不会再有了。我们很冲突啊，没办法。水库完了以后，自己的土地变成积水期，盖房子不行，要去钓鱼也不行，所以呢限制这么多，所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和公务的立场，要怎么样取得平衡，真的是有苦难说了，所以公仆难为了，好吧，可以了，好，其他你们去发挥了啊。好，这是宝山水库源头哈。哎，源头。OK。连要慢汤了，他都汤过，我做那个遐做嘢啦，做嘢個啦哈。我個做雞啊。哦。你讲俺的警服啊？你看会不会伤心啊？哦。本来这个地方都是很漂亮的啊。我向你下跪好了，向你下跪好了，政府啊，欲哭无泪啊！这没有记者来了哈。你看，谁会来？啊，我受害户会来了。受害户啊，你看，这个有多严重，你看就知道。受害户。林光华来到外面哦，1公里外，他不会进到这地方。那还有人民吗？没有了。啊？是啊，水库。哎，有人民吗 ？OK， 好了。战地记者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崩塌边缘透视这个水库所有的哪个真面目。一脚在路上，一脚在水库，水库坡旁边。荒烟蔓草啊，你不动不行啊！种2个小南差不多6000条啦，上3就5000条啦，班人送啊！哎呦！他拿10万块说：“爸爸，这个10万块给你孝敬我。”我掉着眼泪去买树苗，把它种下去。没有那个水库一直崩塌，现在不崩塌了。那是为谁做事，我不知道。我大死哦！我大死哦！我的俺家全部农牧用地呢，我还来种树保护它的水源呢。这个政府哦，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了，哎，好可怜啊！1985年，宝山水库完工，水库面积有60万公顷。为了保护水质，水源保护区规划了200万公顷，里头都是私人的土地，是全部限制开发，没得到补偿。按多年来，居民一直很当压。宝山水库的路问题还蛮解决。啥又因为新竹科学园区的扩建，需要很多的水。政府决定改起保育水库，同样的争议马上又会改变一摆呢。保育水库的时候，他们征收啊，没有到林线哦，林线以下到水面这个都没有征收，那是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嘛。这个是绝对没有道理的。那你保二水库如果要征收，因为县府是协办的，没有县府来办理土地取得，你不可能开凿嘛。所以我跟他很坚持，
一定要征收到林县。宝二水库我记得征收的时候，土地的话就1800万1公顷，加上什么地上补偿，还2000多万1公顷。宝二水库我这样子处理，可以说相当圆满。那包括征收的价格，也算他们可以接受。结果呢，宝一水库当年没有征收的这些住户他来陈情。淡水封库，赏猪粪，再发头，再来哦。保一问题未解决，反对保二开工，誓死断水封库，还我生存权，誓死断水封库。我想首先呢，谢谢我们宝山自救会所有成员呢，今天到议会莅临，大家辛苦了。我想20年了我们保一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相对的呢，他们今天放掉手边的工作，来到我们县议会，希望能听取我们县长对保一水库处理情形。既然宝二水库可以这样做，他那个条文说征收前作业可以这样做，那么宝一水库当年没有考虑到征收前这样子去做，这是政府的不对，是政府本身失职嘛？那政府的错让人民来负担后果，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求政府自己要认错。这第二事情叫重点放在好钱，继续总好钱，买回比1.6升的动，不是1.6动，买不动，因为啥讲话啥便宜的，跟买不动对不对咯？这你不是收了点嘛？县长讲了他先给他动工，为了全盘考量的他如果说给他动工到一半的，他下一任他说他现在帮我们做对吧一喊白也摸什么难讲跟他不是并不能对。那我们还是要求下一任的县长一样如果下一个县长不是他，别人的，别人也要跟我们做要集结抗争经过我们跟他说明我们的乡亲真的很善良、很理性，他们派代表来准备呈递这个陈情书。好了，站好没有？好的，咱们站好了，我们站好。常会长，我告诉你的，我告诉你，你要告，来。你解决问题，我当然要解决。我们一定老百姓权益我们要。我当然要解决但是解决要授钱要授钱，这个钱呢没有钱我解决不了问题。你没有授钱来官也没有用。不过像他们怎么样去的事实上就由全制机构去做，没有你说像以前他征收的没有呈到行政院院长去提，因为他是在每一个全制机构去负责。所以我今天呢，我接到这个我很重视，那我就交给经济部。快递平安第二场，祈祝共图吉祥，同祝吉祥。第三场，祈祝一切圆满，施工顺利成功。一切圆满，施工顺利成功。这开始的红布也是比较做的，对，红布也是比较那个。超级热门公司我们宝二水库、宝一水库抗争的20年，现在已经稍微有眉目。
大家坐着来，大家过来。要搞就搞深。张庆有吗？好，用装帮忙哦。这本来就是这样。好，美女中央，你这坐着就多了。好了。OK。他说要征收啊。征收到零线，就是全部征收嘛。我就同意书全部给他，到宝山乡交给地方政府啊。然后每一个住户的同意书盖的。一定要这样啊。那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哎，对，每一户的同意书去盖，我也去帮忙盖啊。来，我们找一找，就在这个地方啦，这附近。我们跟黄大哥跟林会长要去找什么？最高法院嘛，在这个地方嘛，就在这个旁边。我要去找哪边呢？你听哪位？听我立法院，还听我总统府哎，两晚这是怎么演的？啊！但是我们相信那个计程车，他既然找不到。自救会的黄会长，小张就笔预算233公顷土地，差不多将近40亿的预算，要编到自来水公司呢，还是编到水利署，还是编到哪一个部门？推来推去，就是受益者部分，受限者应该得偿。那么在整个这个大原则下，力度在推动这个事情，然后院里也了解到这个问题。那因为涉及这一块土地的有关的法规呢，大概总共有9个法。不过按现阶段的那个法文基础尚未完备，所以我们有请经济部赶快依照院长的那个提示的一个原则，紧速协调立法院来完成自来水法部分条文的修正。实际上来讲，我们这几个议题基本上来讲，不是我们第三级管理处和这个经理所能够决定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必须性提报行政院，由行政院来核定。那么核定部分呢，不是我们经济部可以决定啊。以上报告。水土保持法的25条规定，也就是农委会本身自己主管机关对于这个水土保持，它自己要做维护管理使用的时候呢，那么农委会自己可以管这个时候。所以有需要以水保25条来成就的话，那我们因为尽力就配合，那自己经费的部分可能也是这边的话，可能就需要去水利单位来想办法，因为农委本身没有这一部分的经费可以去这个收。如果说这一期要推动成功10亿，再用整个负债会超过600亿，超过600亿而言的话，它每年提到的赤字的利息费会将近40亿元以上。你再从电信端来进入下去，那个牵扯到全省级的水量。你张俊雄当院长，经济部长林信义讲的话放屁一样，你就黄牛的执政党能力这么差，没有能力你就下来。不能这样嘛？没有能力你就下来，你就不要来这边开会。是不是国民党留下的这个屁股让民进党来擦？那绝对是嘛！为什么当年你不把它征收呢？你当年欺负他们呢？当年你拍桌骂过吗？啊，你骂过国民党政府说你无能吗？为什么他们不征收到0线呢？我想这个是事实嘛，我在叙述一个事实。是吧？这一些是我们老早就有的，你们一定这样子，等于是说强权嘛。所以刚才听了听，好，定多少法，那法令多如牛毛了，这一条那一条那一条，我们老百姓你知道哪一条才可以用？你们每一条都有用，但是那都是侵权，都是侵害我们，都压迫我们，等于是说，庄子讲的话有道理的。这个政府是另外一种强盗组织的。宝二水库要新建的时候，宝一水库的条件是要全面征收，附带条件87年的案子就成立在先。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这样的欺骗，这样的无能？为什么还这样欺负我们？你们不征收，我讲明白，你就回归原点，简便。我们不是要强制你们征收啊，我们这句话也说是这样。
现在就说他已经动工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当时答应是到现在都没有做，然后骗我们，这事业体又骗我们说已经把资料全部送到行政院去了啊，结果行政院又打回来，把这个资料所有资料又送回来说，这个交由自来水公司来处理了啊，那这根本踢皮球嘛。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保育水库自救会的人，我们要求了啊，第一个全面。保雨停工嘛，不要做嘛，你的条件就没讲好嘛哈，你看某些他也走嘛，叫他停工不要做嘛，要不然就是说给我们恢复畜牧主嘛啊，你给我恢复原状，因为你没有跟我征收嘛。所以我们政府办事情要依法行政，既然超过我们县府应有的职权，县长也无权下令停工。只不过今天我们非常抱歉，我们业务单位疏忽了。既然无权下令停工，议会做成决议，我们执行上有困难，应该向议会提出报告，提出复议。因为宝二水库呢是属于国家的重大建设的部分的话，它不属于新竹县政府所管辖，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转请这个水利署针对这个定期会的决议案做依权责的处理。那这个院长有承诺吗？他承诺说就会帮，他有承诺，口头的，对，宽筹裁员呐，他会来想办法来宽筹裁员，来弥补，但是我这个选举失利以后，接任的人大概无心嘛，最后就无疾而终。台湾全省的水库，过去都是征收在水平面，都是譬如要叫水库，都是在水平面，为了我宝二水库有全面的征收，零线以下，这个零线以下，但是呢，宝一水库当时就没有征收。台湾全省如果要征收，这个经费太高，侯志飞就抗争，一说到宝一水库要把它全部征收，我苗栗也要。鲤鱼山水库也要，所以呢，明德水库也要，所以无形中全部又报销掉。像这些道路用地，像这些水库没有征收的，这都应该是列在政府潜在的负债，在台湾已经超过20兆以上。我甚至于这个从货币贬值的角度，可能30兆都有，这种潜在的负债。道路用地、学校用地、公园用地等等，没有征收啊。NMD 台湾有幾多人像林清池咁樣，因為土地徵收嘅問題，新冠都獲得本政府欺負嘅感受，做事是判。水木，當日按樣講，上來講冇人來談，上來讓人爭冇人來參與，呢種土地制度冇改變，萬人咪唔敢講，而你係咪會變做下一屆林清池？要的不多，一条票，很多场合碰到县长啊。我还没有开口，他说好，一直表示说我们像苍蝇一样一直随侍在这。这个事情他没有完成，他到哪边都躲不掉啊！这本来就是政府欠我们的嘛，所以我们一定会完成的，那站在我们地方父母官，为了一个吊桥，为了一个就扫墓的路。没有帮他解决，情何以堪？
宝山慈救会嘅诉求係希望做得到私人土地當局嘅水源保護區全面禁售。不過抗爭嘅很多年，實全冇效果。中情院決定先要求政府去籌橋，做得本期的全部卡降重，來盡做階段性嘅任務。用了足足5年嘅時間，也籌橋總算開工了。再下一點，好，到了。第一次走路爬過來，體驗這樣走過來。好，反過來。幾十年來第一次。對啊。你都3個月了。这个我哥、我弟、我妹在这墙角，就是这个，在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啊，大概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哦，这老房子啊，这我的阿婆坐在这个门口啊，就这个位置啊，哎呀，这还写清河堂。用保護水庫嘅角度來看，水源保護區應當唔好開發。不過對水庫順頭嘅地主來講，限制開發又唔禁售又唔補償，實在冇公平。拖了32年過後，將起來倆草本師傅人家做得全部卡港中掛子嘅橋來怪大家。不過其他北浪府嘅居民，還係基督下不願犧牲嘅人，公平正義難求回來，冇人知。好，我们剪彩典礼剪彩开始，请开剪，一祝国泰民安呢，2祝生意昌隆，3祝县民福康。谢谢大家，我们启程。还感谢我们林清志自救会的林清志先生带领我们多年到处抗争陈情啊，感谢我们的林清志先生，也谢谢我们的自救会的黄会长虽然他来不及参与了哈，我们感谢他，好，谢谢，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再拜，3拜，请吉祥。所以30几年看得到的成果，是出了来的桥了，唯一成果革命尚未成功坚持到底啊！只要有一期在，我不在，我叫我儿子再看啊，到国际去看啊，对不对？那叫国际论文去看啊，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那只有国际裁决好了。只要有我在，我不行，我孙子还可以看啊。为什么不能看？你要合理，我们就不讲话。哎，对，人家这个是那个咖啡，来，爸爸，你的孙子回来了。很健康回来了就好了，不要求很多了。好，很健康回来了。應該將也看到我手裡仲係樹，就是爸爸親手種的呢。你看這森林有這麼漂亮，幾十年。啊不對啊，對啊，梗係佢創3個年呢，
很考的对门散斗。对啊，就是把它还原嘛。所以我今天会照说，我最后回去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是你要去管理的。哦，对不起啊。OK， 好，香港站起来。所以我爸爸为什么一直在这里斟酌？我认为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水源期呢，你政府的承诺都是假的，我们怎么去生活？所以我说彰显人民土地权利的正义嘛。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征收就不公平了。对，用抢啊，可以是用抢的。然后自救会搞了这种30-40年，还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告诉后代的子孙说，争一个公平正义，对，争一口气嘛。革命尚未成功，人家打8年，我打36年了，真的，我搞36年了。张经，我劝他说放弃了，你不是也有想要把他带去美国？不要，放弃就放弃台湾，不行，不行。